香港的地方真细哦，人口是真济，当地起大楼、翻新大楼，嘛个拢去使用特别的音架，这嘛算是香港的特色。特别音架的师傅嘛仰望讲，这种传统的工艺会当来成做香港的文化遗产，继续传承落去。一卡钉伫厝架顶悬，另外一卡拄伫厝架，建筑工人拍伫3、4层楼悬的厝架，固定竹仔做的厝架，填布条，有时喊来喊去，互人看甲心惊惊。这是香港入去整修大楼时阵，伊用传统的竹仔厝架，也是全球之纯真罕见用竹仔厝架都市之一。棚架咧，其實喺香港好適合一啲狹窄嘅位置，同埋一啲高樓大廈，唔同分野好大嘅位置。棚架任何地方我哋都可以搭建。竹厝架的歷史已追溯到幾啊世紀以前，迄時陣中國甲亞洲其他國家攏真流行用竹仔起厝架。不過時代演變，加上建築樓層愈起愈懸，真濟國家甲都市已經慢慢放棄用竹仔，改用鋼鐵或者是阿魯米這原料。不過喺香港地下人濟，甲生活物價增懸的影響之下，竹仔方便運輸，成本只需要減少無到1/10，企業效率真緊的特色，攏互這種厝架材料真受香港建商的歡迎。不過要起這種傳統的厝架也要有功夫，要透過系統學習，才能學到技巧。砸滅嗰度咯，就嗰啲唔順手啦，一開頭會，同埋你啲竹咧可能會攞唔緊啊，會跌竹嗰啲咯。我哋一隻腳係穩固住勾住喺個棚度，另一隻腳係支撐住揾個平衡點，即係所以我隻右腳咧要揾到我撐到個人平衡嗰一點咯。譬如如果我隻右腳擺咗喺後邊咧，咁個人咪會跌咯。這項傳統嘅手藝也是真趣味，而且有挑戰性嘅工藝。在香港這種環境特殊嘅都市當中，永遠未消失。也渴望用成做香港嘅文化遺產來保護傳承。廣視新聞陳志東報道。